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，咱做伙来看云图。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，水汽减少，不过全台湾早暗的低温敢若是16度至20度。今仔日透早的上低温是伫咧苗栗西湖，敢若13.1度。北部日时的高温会到24度，若其他的所在是25度至29度，算是不哩啊舒适的温度。不过，伫咧遮方便的东半部、大台北地区，规工还是较湿湿、较凉冷，有短暂雨的天气。若到暗内雨才会较少。敢若宜兰、花东沿海地区，还有屏东部分的所在会落雨。今仔日台湾北部的天气，甲昨天来比，会有出日，嘛加真好天。拜二东北季风增强，沿海会开始透风。不过因为水气少，各地大部分拢要是会出日的好天气。拜三的时阵，东北季风会较减弱，各地回温。若到拜四，会东北季风搁增强，而且会持续影响到拜六礼拜。到时桃园以北、东半部的水汽会变高，会转做较湿湿、较凉冷，嘛会落雨的天气。若是着以南是侪云到好天，不过早暗的温差还是较大，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。